邊個話坐輪椅就一定要老老土土㗎？一部輕便又有型，仲可以變身助行器嘅電動輪椅，我哋終於幫你揾到啦！咪就係因為半年前我想揾一張質素好少少嘅電動輪椅俾我阿媽，但係我發現市面上嘅電動輪椅又壓榨又老土，稍為有少少設計感同科技感嘅都要買到成4-5萬蚊一張。直到我揾到呢一張 Rollme 嘅3合1電動輪椅，阿媽你話正唔正啊？梗係正啦！呢張輪椅嘅來頭真係唔嘢少，佢係由一間專研智能復康同埋運動科學嘅高科技公司所研發，連全球最大無人機公司 DJI 都係佢哋嘅主要投資方。上年喺拉斯維加斯電子展 CES 首度亮相之後，隨即吸引咗全球復康人士同埋代理商嘅高度關注，之後更加喺外國眾籌網站 Indiegogo 獲得超額10倍認購添。因為佢除咗功能性強之外，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佢夠晒科技感，無論係傷健人士定係老人家，坐上去之後感覺即刻後生咗10年，所以喺外國好多人都會當佢係代步工具咁用添。佢嘅機身用咗又輕又實淨嘅鎂合金製成，成張輪椅只係重15.5 kg，3秒鐘就可以摺起，單手都拎得起，無論係放喺車尾箱定係平時收納都好慳位㗎。而佢最大嘅賣點就係3合1嘅設計，除咗係一張高性能嘅電動輪椅，佢嘅智能助力模式亦可以俾護理者好輕鬆咁推動，佢仲可以秒變助行器，無論老人家定係傷健人士都可以用佢多啲走動，咁先可以真正做到復康嘅目的啊嘛。而佢嘅可拆式高性能鋰電池，叉一次電足足可以行成20公里，即係由堅尼地城去到筲箕灣成條電車路行晒，再翻去銅鑼灣都得。佢仲可以原地轉彎同埋上落15度嘅斜坡，再複雜嘅路面都完全冇難度。講咗咁多，最緊要都係佢夠晒易用，就等我哋80歲嘅 COO 親身挑戰一下呢條斜路啦！睇我表演啦！佢嘅智能助力技術除咗可以幫你輕鬆上車，落斜嗰陣仲會幫你 hold 住慢慢落，安全性遠超市面上一般輪椅。當你啟動智能助力模式嗰陣，護理者只係用單手都可以推得上斜坡添。呢張咁高科技又實用嘅 Rollme 電動輪椅，無論係設計定係功能上都秒殺市面上4-5萬蚊一張嘅產品，而家仲只係賣18000蚊，仲可以免息分期添。喺我哋全線 Fitbox 嘅門市，仲有 Freemax 人體工學專門店，同埋各大分銷商都有得賣啦。對自己好啲，對老人家好啲，快啲過嚟試下啦！